好啦，唔該晒，以上嘉賓係金管局同證監會嘅。好啦，唔該晒，以上嘉賓係金管局同證監會嘅持牌人。以上談我嘅結構性產品叫。好啦，唔該晒，以上嘉賓係金管局同證監會嘅持牌人。以上談及過嘅結構性產品並無抵押品，如果發行人無力償債或違法，投資者可能無法收回部分或全部應收款項。結構性產品嘅價格可以急升，可以急跌。結構性產品嘅價格可以急升，可以急跌。投資者或會蒙受投資者或會蒙受投資嘅全部損失，而過往表現並非未來表現嘅指標，所以投資前請參考上市公司嘅文件，作出風險評估同埋尋求專家意見。好啦，聽日同一時間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